后来到今仔日为止，全世界有超过78万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37000个。咱台湾累积的总病例数322例，有5个人死亡。这5个人当中有4个有带慢性病，一个有癌症，这拢增加着治疗的难度。就算是有使用奎宁这种的药物，也是救袂倒来。目前台湾轻症的患者大约有4%，还阁有9个人伫家护病房甲病毒在对抗。病毒真歹防，2019新型冠状病毒真侪变化，真歹对抗。目前台湾306例确诊个案内面，就5例死亡。新增加的3个个案，除了暗号170有癌症的病史，暗号108甲暗号34，甲前2例死亡的60外岁爸爸司机，甲80外岁老先生，拢有3悬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，和临床治疗加真困难。危险因子跟流感其实是非常像的啦，你把它整个套过来，大概也不会错啊。因为所有的呼吸道病毒的重症因子都会类似，因为它们是攻击肺部，所以其他跟肺部辅助的东西，比如说心脏的功能啊、免疫功能啊，这些都会连带影响到肺部的严重程度。临床上初步使用强氯喹宁，用伫患者身上达到一定的效果。这5个死亡的个案内面，就4个是用强氯喹宁的药物，不过若严重的效果有限。喹宁确定是可以让体内的病毒量下降的比较快。所以代表它有抑制病毒繁殖的效果。那可是每一个人你要看用的时机啦，还有他疾病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才开始用喹宁。免疫力越差，共病越多，你的治疗效果一定是越差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国内轻症患者占差不多7%，是重症的上少年的，敢若20外岁。目前也有9个人伫家护病房，甲病魔伫对抗。医生会看整体状况评估用药，希望讲这患者会使赶紧脱离险境。